2輪嘅代表，9號台、33號台、22號台、45號台、44號台、47號台、32號台同埋38號台嘅朋友準備下先嚇，嚟台邊準備下啦。好，大家擺好先，唔好雙手離台先嚇，唔好搞咁多嘢先。仲爭一個先。咁啊喺呢個時間咧，我咧就係請阿龐主席咧同埋張總理咧就睇住啦。咁喺呢個時間咧，就請阿龐主席我哋發施號令，睇住大家雙手離台。當龐主席數到3聲之後咧，你哋就可以開始鬥快飲啦。有請龐主席。1、2、3，好，暫時冇犯規起步咧，大家一齊飲啦。但係咧飲到天飲得嚟咁啊，一係跟嗰個倒晒你嘅身度。好，以濕身嘅程度嚟講，你今晚都係濕晒啦。好嗱，我哋工作人員睇到啦，暫時咧嗱，如果講鬥飲得快嘅咧就唔知，但係鬥倒得快嘅一定係你。好，到底結果係點咧？我哋交接翻俾阿主席同埋阿張總理，大家認為係邊個？俾啲民意。好，邊個咧？現場大聲啲幾好啊！好多人話你喎，哥哥。多謝大家支持。係，嗱，人